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华语访谈节目，我是主持人庄马。那前段时间呢，由设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公民力量等多个非官方机构联合举办的第12届族群青年领袖演习营呢，在日本东京召开。那会议主办方从美国、欧洲、香港、台湾及中国大陆等地邀请了60多位代表出席会议。那么在今天的访谈节目中呢，我们同参加此次会议的2位代表，他们分别是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中文处处长丹津德丹拉，以及中文处专职记者焦阳次仁，同我们一起讨论和分享有关他们在此次会议中的体验和心得。欢迎大家的收看。2位代表，你们好。迪德拉，这是迪雷。加拉，这是迪雷。这是迪雷。首先呢，特别感谢2位代表能够在百忙之中抽空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谢谢迪德拉。首先我想请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中文处的处长丹津德丹，请我们谈一下这个族群青年领袖演习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举办的？那又是由谁来负责主办的呢？请您简短的谈一下。这个第1届族群青年领袖演习会是从2000年10月开始举办的，它是按照这个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领袖圣勋甘地的诞生日举办的。这个主办方是美国公民力量组织，也就是杨建立博士跟韩良洲博士。到截至目前，已经举办了12届族群青年领袖演习会。也就是你们这次参加的是第12届族群青年领袖，对吧？了解，谢谢。那您有什么需要补充到的吗，蒋拉？那么上一届的族群青年领袖演习营是在2016年的4月在印贝达兰萨拉召开。当时呢，与会者还觐见了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聆听了尊者的开示。谢谢。那迪迪拉，我想请问的是，那您认为这次族群青年领袖会的意义在哪里？那请2位代表分别阐述一下。首先，请迪迪拉谈一下。这个首先我要谈一下公民力量的举办的第12届族群领袖演习会是在日本东京的国立奥林匹克纪念中心举办的。据说这个演习会举办之前，中国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取消这个会议，但是日本政府拒绝了这个中国政府的要求，这个会议就如期进行了。我个人认为，这个第12届族群青年领袖演习会的主要意义，第一，就是在参会人员的这个身上，是从不同种族、不同的这个背景，如这个维吾尔族、藏族，还有这个蒙古族。这个在中共统治下比较突出的这3个民族，之外还有朝鲜族，以及来自这个世界各地的华人学者，参加这个演习会，共同参加了这个演习会。那第2个，它的意义表现在国际上，藏汉2个民族举行这样的会议，各种各样的会议，比较多。比如说这个什么，学术交流会啦，还有民主促进会啦，还有这个宗教座谈会啦，宗教与科技研讨会等等。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像这个不同族裔的人员参加这样的会议，不同种族的这样的会议，举行这样的会议比较少。这个族群青年领袖演习会正好弥补了这个短板，这个就是它的一个意义。那第3个意义，我个人觉得这个也是本届这个演习会请来了这个国际间的比较著名的政要，比如说美国前白宫策略师史蒂文·班农先生。还有澳大利亚的这个国会议员麦克丹比先生，
还有长期支持中国人权民主事宜的这个日本议会的前议员木野胜秀先生，他们这些政界的要人来参与这个会议，发表演讲，更增加了这个对研习会的分量。是的，谢谢。那请接着想请家人来谈一下，您认为这个组军青年议会的意义在哪里呢？您个人认为呢？这次的演习营的主题是推动人权、民主和和平，还有就是新时代的新思路、新战略。那么就如主题所讲的一样，我觉得21世纪的中国、西藏和全亚洲，需要确立一个永久的和平机制，并且呢推动人权和民主在亚洲广泛的被接受。那么我觉得这是举办这样的组群青年领袖演习的意义所在。另外呢，我觉得举办这样的演习会，对于加深各组群青年领袖间的关联互动，以及在这样的会议上让其他的组群青年对西藏问题的认识和提高这一方面的知识有着积极的意义。是的，谢谢。那接下来我想请问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您认为举行这样的青年领袖演习营，对直接解决西藏问题会起到一个怎样的解决呢？有什么样的不同途径呢？这个解决西藏问题我个人认为，它需要具备2大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自身的条件要成熟，第二个条件就是要寻求这个外在的条件。那么所谓的自身条件是什么呢？自身条件就是说，西藏需要从精神和物质2个方面都要得到发展。目前这个尤其是在物质领域，目前西藏的这个状况，基本上都是处于零的状态。从工业、科技、军事等方面几乎没有任何基础。我们藏人行政中央主张这个中藏和谈，西藏争取名副其实的自治。从根本上说，争取名副其实的自治需要物质上的建设基础。如果没有物质上的基础，我们这个西藏这个仅仅依靠这个精神文化，我认为永远也摆脱不了殖民主义的控制和奴役的这个命运。同时，我个人认为这个解决西藏问题还离不开这个国际社会的支持，这就是所谓的外在的条件。国际社会的支持和理解就必须要融入国际社会。尤其是这个西藏社会的这个精英知识分子，政府部门的这个领导，首先要同国际社会接轨，去这个传播西藏境内的信息，这个比如说西藏的过去历史啦，西藏的这个目前现状，还有西藏人民的未来诉求等等，同时对这个寻求国际社会对西藏的支持和帮助，让更多的人站出来为我们讲话。对，那这样的话，我们参加像这个组群青年领袖演习会这样的国际性的会议，这可以说对解决西藏问题创造了直接的有利的条件。好，是的，谢谢了解，谢谢。那请那个詹自然谈一下，然后我的问题呢，向你补充的就是说，您认为举行这样的会议对西藏问题的解决会起到怎样的一个推动作用呢？是的，我认为举办这样的组群青年演习营对于各组群青年领袖之间的相互交流可以加深那么呢，对了解各民族的文化政治和现状呢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对于西藏问题而言呢，可以通过一个层面起到一些补助性的作用以及一个宣传的平台。而这样的会议呢，不仅有利于西藏人民在争取自由的途径上获得更多的方法和捷径，对，
也有利于中国和周边地区的被剥夺基本权利的群体呢，他们也可以从中受到利益。那接下来我的问题就是说，两位参加此次会议，认为参加这次的会议对两位来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首先呢，我想听一下丹增德兰是怎么回答的。这个到国外参加这样的国际性的会议，当然这个收获是各方面的，这里主要有5个。第一就是这个来自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的各位要员这个参加这个所谓参加这个会议进行演讲，他们的演讲内容这个信息量巨大，逻辑性非常强，再加还有这个传授这个网络安全、数字安全的这样的这个知识，实在是得以飞荐，深受启发。从中这个尤其是美国的前这个白宫前策略师班农先生，他的讲话很有特色，这个含金量相当高。也就是让你印象最深刻。虽然他是一位美国高层的这个最典型的鹰派人物，他的矛头始终指向中国。但是他的讲话中，我得到了好多的利益，这个好多可贵的东西，尤其是他这个外表是很朴素、衣着朴素，但是口才非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就是收获就是这个由公民力量副主席韩连超博士讲述的这个怎样使用全球马克尼茨基法案制裁机制打击施暴人权这样的一个法案。这一法案讲述的就是个人力量挑战团体和政府的可能性，打开了极大的空间。当时我接触到这个法案，脑海中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西藏的这个第2大精神领袖班禅喇嘛的这个案子。这个案子就是强迫失踪，还有侵犯人权，还有这个侵犯宗教信仰自由等的案子。所以这对于这个法案对我们西藏有直接的关系。也同样，我们使用这个法案一定会得到利益，这个就是第2个利益。第3个利益就是认识了好多朋友，不同种族、不同区域、不同宗教信仰，来自五湖四海，这个是第3个。第4个就是有幸到这个亚洲强大的民主国家日本国，给人的感觉是全然一心，确实是感受到名不虚传。那第5个就是这个第12届作曲演秀会上，我本人得到以这个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中文新闻处中文处的这个名义得到这个发言的机会，我个人认为这也算是一个收获。是的，谢谢了解。那这样了，接下来请你谈谈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那么我呢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族群青年领袖演习会，我在这次的族群青年领袖演习的最大收获就像德拉说的那样差不多，但是呢，我在这次会议期间呢，认识和了解到了在中国统治下其他少数民族的现状，以及呢他们在争取自己民族权益时的所使用的方式和方法。另外一个收获呢，就像德拉刚刚讲的那样，我对这个全球马格尼兹基人权和责任法案呢有了一个全息的认识。对，因为呢，我觉得这个法案非常适用于西藏境内人权破坏案件的申诉。此外呢，我在这个演习营上呢，对于这个数字安全的培训有了一个全面的认识。因为呢当前数字安全对于这个我们这样的新闻专业特别是每天在办公室工作的这样的人的
业务或者是个人隐私呢显得非常重要，而且呢，这个通过这样的培训呢，我对于数字安全呢，有了一定的认识，而且呢，并且呢，可以运用在每天的工作上。是的，那通过这一段的绘画，我想了解到的是，那您在这段会议期间作为中文处的专职记者，有没有得到一些发言的机会呢？因为我呢这次是以参会者的身份出席的，但是我没有这个机会上台发言。但是呢，我在呢这个会议期间呢做了一些相关的报道，在我们的这个中文网站上也可以看到。对，而且呢我负责这个会议的拍摄之类的这些工作。对。是的，谢谢。那接下来我想请两位分别就是简短的谈一下，那您对下一届这个组军青年领袖演习会有怎样的建议呢？您对下一届抱有什么样的期望？我想这个下一届组军青年领袖演习会的这个重点应该放到2个方面。第一就是大力让不同种族的这个人士参加这个会议，在族群间建立一个相互这个交流的广泛平台，促进藏汉蒙魏等民族的团结合作。之间的团结合作。虽然我们藏族、藏汉魏蒙古族，都有不同的目标。对。比如说这个华人、汉族朋友，他们主要是推动中国的民主化。我们藏族争取这个西藏名副其实的自治。我想这个内蒙所谓的南蒙也是同样争取这个自治吧。但是这个新疆维吾尔族他争取的趋势是这个东土耳其斯坦独立。这是目标不同，但是我们去面对的是同一个政党——中国共产党。所以我们应该在下一届的这个族群青年会，应该要顶住中国的压力，重点对处于这个国际上的一盘散沙的这个族群间建立一个交流平台，加强合作，团结互信，尊重彼此间的这个根本利益。另外，还在这个演习会的这个议题，也要主要集中在民族与宗教问题上。当然，这个推动中国的民主化是非常重要。好多华人学者朋友都认为，这个西藏要争取这个自治或者是独立，只能在中国实现民主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但是我个人认为，也有可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宪法框架内，我们可以实现名副其实的自治。因为香港可以实现这个一国两制，那西藏肯定会很有可能可以实现这个名副其实的自治所以在这样的基础上，这个族群青年领袖演习会才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族群会议。这里我还想谈一下这次能够到日本东京顺利参加第12届族群青年领袖演习会，关键是得到这个藏人行动中央驻东京这个办事处代表这个龙多先生，还有2位工作人员罗桑还有景美先生的大力支持，还有龙多先生的一位他的这个热情好客的这个太太等的大力帮助，我们这个顺利的圆满的参加了这个会议。所以今天我即通过我们的采访节目，衷心向各位同仁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那蒋彦郎，您对此有什么需要补充到的吗？您对下一届这个族群青年领袖演习会？我认为呢，族群之间的交流不仅仅是这个民族精英和领袖之间的交流，那么更应该是普通的
这个民族青年和民众之间的交流。因为这个中国有很多民族，而且各个民族的这个情况呢也不太一样。因为这个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呢，经常开示到要听取这个低层民众的思想，而且呢，就是说，在对华人进行交流是主要以这个普通的华人民众为主，因此呢，就是说，这个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应该以普通民众的交流，放在首位，就是说这个。因为普通民众的这个思想决定着未来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走向，因此我希望呢，下一届的这个族群青年领袖演习营或者是类似的会议，可以给普通的这个族群青年或者是民众提供更多的平台。谢谢。好，谢谢再一次感谢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的中文处处长丹德丹拉以及中文部的专职记者詹次仁拉接受我们的采访，并且同我们一起分享有关他们在此次会议的心得和体验。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访谈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那我们下期再会，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晚安。谢谢两位嘉宾，谢谢，谢谢。